就喺琴日咧，特朗普喺網上面咧正式宣布咗佢會對伊朗作出呢個軍事行動。好多人一聽到開戰啊，伊朗同埋美國衝突升級戰爭，就會即時諗會唔會股災。但係咧，其實歷史上面咧，戰爭係唔一定等於股災嘅。例如喺1991年嘅海灣戰爭同埋2003年嘅伊拉克戰爭啦，市場好多時候咧都喺開戰之前已經反映咗預期跌咗落去先。去到真正開打嗰一刻咧，反而因為不確定性落地咧，出現 sell the rumor, buy the news 嘅一啲反彈嚟嘅。有呢條片咧，我就會認真分析市場下跌嘅可能性啦，事件後續要關注嘅重點啦，同埋最重要嘅係有啲咩嘢股票係值得你去留意嘅。要了解呢一次危機咧，我哋就要由伊朗非常之獨特嘅一個地理位置開始講起。呢一度咧係霍爾木茲海峽，佢係連接住波斯灣同埋阿拉伯海。佢係全球能源供應最敏感嘅一個地點同埋位置嚟嘅。伊拉克啦、沙特啦、阿聯酋啦呢啲主要嘅出口原油嘅國家，都一定要經過呢一個位置先至可以將石油運出去嘅。而根據 IEA 嘅數據咧，2024年經霍爾木茲海峽運出去嘅石油，平均每一日係2000萬桶，係佔全球海運石油貿易超過1/4嘅。而重點就係，如果呢一個位置出事嘅話咧，可以代替嘅路線咧，其實基本上係好有限，甚至係等於冇咁滯嘅。咁根據估算咧，沙特同埋阿聯酋可以用管道兜過呢個海峽去運呢啲石油出去嘅容量咧，大約咧只係260萬桶每一日嘅啫。同埋每一日而家要2000萬桶經過呢個海峽嘅規模比咧，覆蓋到嘅比率咧係非常之細嘅。咁伊朗本身嘅原油出口咧，雖然唔係話全球最大嘅份額嘅，但係咧喺伊朗2024年年頭8個月嘅原油出口平均都係講緊150萬桶每一日嘅，所以粗略估計啦，伊朗每一日嘅原油出口都佔大約全球消費嘅1% 至2%。但係咧，伊朗本身停止佢嘅出口咧，係唔會導致呢一個世界末日嘅。所以咧，而家市場關注嘅重點咧，就係在於伊朗究竟會唔會選擇去封鎖或者去干擾霍爾木茲海峽嘅出口。嗱，第二大家要留意嘅就係咧，唔一定話全面封鎖咗成個霍爾木茲海峽咧，先至會導致油價上升嘅。伊朗咧係可以透過扣押啊、襲擊呢啲油輪咧，去用呢啲手段令到油輪過唔到啦，造成供應延誤啊，咁都會令到航運成本同埋運費上升咧，然之後去推高嗰啲能源嘅價格嘅。咁而家一個走勢咧係有幾個可能性嘅。第一咧就係，如果伊朗只係有限度咁報復，象徵式嘅軍事回應，唔係真係認真打翻轉頭啦，或者有另一個可能性就係美國咧係可以迅速咁樣解決戰鬥啦，跟住逼到去伊朗談和話啦，跟住海峽咧係可以一直咁樣保持暢通航運正常。油價咧多數咧只會係短期咁樣抽升，咁美股可能會有五日啊，或者一個星期咧可能有個少少嘅下跌啦，一個情緒型嘅波動之後咧，咁可能嗰個股市同埋油價咧就會翻去一個正常水平嘅。咁呢個版本咧可以參考翻2020年嘅蘇萊曼尼事件啦。咁嗰一時咧就係有一日突然間咧油價咧出現一個好短嘅抽升，但係後續咧因為衝突冇擴散成一個區域戰爭啦，冇造成呢個長期嘅能源中斷啦。所以咧，風險嘅日價咧，好快就直接消退咗啦。而第二個可能性咧，就係一個比較差嘅可能性啦，就係伊朗咧真係去封鎖霍爾木茲海峽，就算唔封鎖咧，可能係去襲擊一啲油輪啊、扣押油輪啊，令到呢個航運風險上升。咁航運風險上升，自然咧保費啊同埋運費咧都會飆升。咁油價咧可能就唔會淨係升一日啦，而係會出現一個持續推高嘅一個跡象。咁最嚴重嘅版本就係如果海峽出現咗一個實質嘅停運，伊朗真係要封鎖晒成個海峽嘅話咧，美軍咧可能就要被逼大規模造成一個軍事嘅壓制。咁呢樣嘢咧係會直接影響到成個實體經濟嘅。咁喺呢個情況下咧，油價就有機會突破到$100甚至更高嘅。咁如果影響到實體經濟咧，咁嗰個風險日價咧可能就會更加高啦，可能會真係造成咗一個小型嘅股災啊，或者會推高油價去一個非常之高嘅水平啦。而根據路透社喺2月28號嘅報導，歐盟海軍係收到有啲船隻表示，佢哋係收到伊朗革命衛隊透過無線電廣播警告，唔好有任何嘅船隻通過霍爾木茲海峽。但呢個報導同時都指出，伊朗官方係未正式喺法律層面上面宣布要封鎖咗霍爾木茲海峽嘅。而喺同時間咧，多間嘅航運同埋能源公司已經因為安全同埋風險原因，暫停同埋調整咗佢哋喺霍爾木茲海峽嘅航線㗎啦。
咁最新嘅消息就係伊朗嘅最高領袖同埋一啲軍方嘅高層已經係俾美軍擊殺咗㗎啦。咁客觀咁樣去睇啊，伊朗係真係佢決定長時間封鎖呢一個海峽嘅機會咧，都係比較低嘅。咁原因就在於伊朗自己都係高度依賴呢一個出口通道嘅。如果呢個海峽係長期停擺嘅話，伊朗嘅出口收入同埋外匯現金流都會俾自己一刀斬斷咗。所以呢種做法對於佢哋自己嚟講咧，都係一個非常之高成本嘅賭博嚟嘅。而我見到好多人咧係會用俄烏戰爭去類比呢一次啦，但其實兩者嘅性質上面係好唔同嘅。俄烏戰爭咧係公認嘅結構徹底俾人改寫咗，而呢一次嘅核心更加重係在於運輸嘅咽喉位俾出嘅一個風險日價。咁俄羅斯咧喺2021年入侵之前咧係全球能源一個好重要嘅出口國嚟嘅。對於歐洲嚟講就係更甚啦，因為有 40% 嘅管道天然氣都係嚟自於俄羅斯嘅。咁俄烏戰爭一開打啦，因為歐盟同埋美國要制裁啦，所以佢哋係要揾一啲供應咧去重組，然之後去替代咗俄羅斯嘅天然氣啦。咁能源嘅價格嘅壓力咧係結構性嘅，但霍爾木茲海峽事件如果最後航運係冇俾人實際中斷到嘅話咧，市場好多時咧都係短期恐慌，然之後去到確定咗唔會有呢個情況發生之後，風險日價就會消退。咁唯一一個可能性就係航運如果真係停擺。如果伊朗真係決定要封鎖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咧，先至會去到有一個接近2022年俄烏戰爭咁樣嘅結構性嘅衝擊嘅。咁喺技術分析嘅角度嚟睇啦，最值得留意嘅幾種資產咧，第一種咧就會係黃金啦。咁黃金係一個非常之傳統嘅避險資產啦。咁喺星期五嘅時候咧，佢已經出咗一個好靚嘅 cup with handles 大成交量嘅突破啦。如果你有買入嘅話咧，我唔排除呢個位置咧係受到呢個消息刺激。避險嘅資產需求增加，所以咧佢會推升佢嘅價格嘅。咁如果你有買入嘅話，我覺得暫時持有住先就 OK 嘅啦。咁另一個你值得去留意嘅咧就係 USO 啦，咁就係一個美國嘅原油 ETF 啦，就係 USO 啦，係啦。咁如果你去睇原油嘅期貨主年嘅話啦，你可以睇到咧佢係出現咗一個非常之靚嘅 cup with handles 底部突破嘅。咁喺呢個位置咧。受到呢個消息嘅刺激啦，係有機會喺呢個位置咧重新開始一輪上漲嘅升勢嘅。咁最後一個你可以留意嗰個資產走勢咧，就會係 Bitcoin 啦。咁 Bitcoin 咧雖然咧佢唔係一個，我唔係話佢一定會上升啊乜嘢啦，但係咧佢係一個風險資產嚟嘅。喺星期六日咧呢啲時間咧，你可以透過觀察 Bitcoin 嘅走勢，去睇下市場對於呢一啲風險資產走勢嗰個走向咧，去預測佢之後對於納斯達克指數嗰個走向同埋美股嘅走向嗰個走勢係點樣樣嘅，係啦。咁而家咧你可以睇到咧 Bitcoin 咧其實佢個下跌幅度咧係唔算大嘅，甚至咧喺嗰個消息出現之後咧佢係有少少上升嘅。咁可能代表嘅嘢係唔一定100% 準確嘅，可能代表嘅嘢就係咧市場咧未算真係好覺得呢一個局部嘅戰爭啦係有機會會懟冧嗰個大市嘅。咁暫時咧，你可以留意嘅兩種資產啦，就會係黃金啦，同埋原油啦。咁根據 Bitcoin 嘅走勢啦，可能而家咧嗰個市場嘅反應咧係未必算好大嘅。咁總結嚟講嘅話咧，我哋而家重點要關注嘅地方就在於伊朗會唔會選擇升級一個戰爭，然之後去封鎖咗霍爾木茲海峽佢。咁呢一個咧就係最大嘅可能性，令到股市會發生一個比較大嘅下跌啦。然之後將一啲避險資產，例如黃金啊同埋石油咧，推高個價格佢嘅。但暫時嚟講咧，如果你參考一啲風險資產嘅走勢啊，例如可能Ethereum 啊同埋 Bitcoin 咁樣咧，價格係冇一個比較大嘅影響嘅。所以真係發生個股災可能性咧，暫時嚟講咧都仲係比較少嘅，唔一定係會發生嘅。咁如果你去參考翻之前啦一啲例子，例如1991年嘅海灣戰爭咁樣啦，其實喺美軍真係參戰嗰下咧，個市場反而係因為嗰個確定性出咗嚟，所以調轉個頭開始上升嘅。咁呢樣嘢係呢一次咧係唔排除會發生嘅。所以喺呢個位置你都係最重要就係睇究竟後續伊朗點樣回應同埋點樣去發展，然後留意一啲避險資產，例如石油啊同埋黃金後續嘅表現係點樣？呢一啲咧可能會喺呢啲戰爭入面咧，會提供一個唔錯嘅交易機會俾你嘅。咁大家覺得呢條片有用咧，可以 like、comment 同埋 subscribe 啦。我有一個免費嘅 Discord，平時會分享下我哋嘅投資資訊嘅。咁我哋下次再講，拜拜。